仲等？即刻睇下你個信箱，或者打開個手機程式睇下先啦。中電啱啱正式拍板，宣布咗一個令全香港市民都非常關注嘅消息，就係最新一輪嘅中電消費券計劃終於有實質時間表啦。今次呢100蚊嘅消費券將會喺2026年3月27號正式開始可以使用。你可能會話100蚊啫，好似唔係好多錢，但係大家諗深一層，喺而家呢個物價飛漲、電費又加、隧道費又加嘅年代，呢100蚊其實係實實在在嘅益街坊。今次呢份稿我會同大家逐一拆解，到底呢100蚊點樣攞，邊度用得，有咩要注意，同埋點解中電會揀喺2026年呢個時間點推出呢個計劃。講返正題，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個日期，記住啦，係2026年3月27號。點解係呢一日？其實根據過往嘅經驗，3月底通常係換季嘅時間，亦都係好多家庭開始感受到電費壓力嘅時候。中電今次撥款超過5800萬港元，向50萬個家庭發放消費券，對象主要係包括低收入家庭、長者同埋一啲特定嘅弱勢群體，但其實普通住戶都有機會透過唔同嘅活動或者積分換領。我哋先嚟講下呢100蚊消費券嘅形式。今次中電好明顯係想推動數碼化，所以呢100蚊會分為2張面值50蚊嘅電子券，或者係實體券，視乎你係屬於邊一個組別嘅受惠人士。如果你係嗰啲65歲以上嘅老人家，平時唔係好識用手機嘅話，唔使驚，中電依然保留咗實體郵寄嘅方式。但如果你係後生仔女，或者係平時有開中電個手機應用程式嘅話，你就會喺2026年3月27號嗰日，準時喺個 App 入面見到呢2張50蚊嘅消費券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個使用範圍。呢100蚊唔係叫你攞去交電費㗎，大家千祈唔好搞錯。中電嘅心意係想撐小店，振興經濟。所以呢啲消費券係要攞去嗰啲參與計劃嘅零售商同埋食肆度用嘅。目前已經有超過2500間鋪頭加入咗呢個計劃。你可以去街市買餸，去茶餐廳飲杯茶食個菠蘿油，甚至去一啲家庭電器鋪買啲節能燈膽都得。2026年3月27號開始，你只要見到鋪頭門口貼住中電消費券個標誌，你就可以入去消費。等我同大家計下數，點樣用呢100蚊先最精明。好多人會覺得100蚊好快用完，但係如果你喺2026年3月27號打後嗰幾日，配合埋一啲商戶自己推出嘅優惠，效果就完全唔同。我聽聞有一啲深水埗同埋元朗區嘅小店已經準備好晒，只要你用中電消費券，佢哋就會額外送你一啲小禮物，或者有9折優惠。咁樣計落，你個100蚊就變咗做110蚊，甚至120蚊啦。大家可能會有疑問，點解係100蚊，唔係200蚊或者500蚊？其實呢個係同中電嘅社區節能基金有關。2026年全球能源價格雖然稍為回穩，但係整體通脹依然存在。中電作為香港2大電力公司之一，佢哋每一年都會攞一嚿錢出嚟做社會責任。100蚊雖然唔係大數目，但係對於一個4口之家嚟講，買2斤菜、買盒雞蛋，加多2兩燒味，嗰一餐就已經解決咗。再講講個申請流程。如果你係合資格嘅低收入家庭，其實你唔使主動申請，中電會根據2025年至2026年年度嘅記錄，自動將消費券寄去你登記嘅地址。但如果你係想透過度上積分去換嘅話，你就要喺2026年3月27號之前睇下自己儲夠分未。好多人平時慳埋啲電，其實就係為咗呢啲時候可以換返啲實質嘅回贈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嘅例子。我有一位住喺青衣嘅長者觀眾，佢舊年攞到消費券之後，就係攞去屋邨商場間茶餐廳。佢同我講，平時自己一個人唔捨得叫特餐，有咗呢張券，佢就可以喺2026年3月27號嗰日，大大方方咁請埋隔離屋位老友記一齊去飲茶。呢種鄰里之間嘅情懷，其實先係呢個計劃最珍貴嘅地方。不過大家都要小心，
每次有呢啲消費券計劃，都會有一啲騙案出現。記住，中電絕對唔會打電話俾你問你拿銀行戶口號碼，或者要你俾手續費先可以攞券。所有嘢都係自動或者透過官方 App 處理。如果你收到啲奇怪嘅短信，話要你冚入去登記領取2026年3月27號嘅消費券，千祈唔好亂冚啊！一定要提醒屋企嘅長者，叫佢哋等收信或者等官方通知。講返呢個計劃嘅深層意義。2026年，香港正處於一個經濟復甦嘅關鍵期。雖然大環境好轉，但好多中小企依然撐得好辛苦。中電今次將呢100蚊嘅使用範圍局限喺小店，其實係好聰明嘅做法。一來可以幫到市民減輕生活壓力，二來可以直接將資金注入社區經濟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50萬人，每人100蚊，就即係有5000萬港元會喺短時間內流向街市、小食店同埋五金鋪。呢種乘數效應對本地經濟係有好大幫助。我再幫大家溫馨提示一下日期，係2026年3月27號。呢張券通常有效期係半年左右，即係話你可以由3月底用到去9月底。大家唔使急住喺第一日就衝去用，因為通常頭嗰幾日啲鋪頭會好逼。你可以先睇定邊間鋪頭最抵，邊間鋪頭最啱你心水。另外，好多朋友問，如果我搬咗屋點算？或者我啱啱先開中電戶口，有冇得攞？根據2026年初嘅公佈，只要你喺2026年1月1號之前已經係中電嘅登記住戶，你就會喺受惠名單入面。如果你係之後先開戶嘅，可能就要等下一輪啦。所以，如果你最近打算搬屋或者轉名，記得要喺2026年3月27號之前搞清楚個戶口狀況。今次中電亦都特別強調咗綠色消費。喺2026年3月27號開始，如果你喺一啲售賣2級能源標籤以上電器嘅鋪頭使用消費券，有部分商戶仲會提供額外折扣。呢個係中電想鼓勵大家喺消費嘅同時，都諗下點樣慳電。始終慳得1蚊得1蚊，電費減輕咗，長遠嚟講比起個100蚊消費券仲實際。我想講多兩句關於呢個消費券嘅搶手度。雖然中電話係派俾50萬戶，但其實喺香港呢個咁多人口嘅地方，好多人都未必符合嗰個特定組別。所以如果你係普通大眾，你就要多啲留意中電個 App。佢哋經常會有一啲互動小遊戲或者節能挑戰，只要你完成咗，喺2026年3月27號之前，你就有機會搶到呢啲額外嘅消費券。總括嚟講，2026年3月27號呢個日子，大家一定要 mark 定落個日曆度。無論你係想買多斤菜，定係想去茶餐廳嘆返個下晝茶，呢100蚊都係一個小小嘅心意。我會繼續幫大家盯實中電嘅最新消息，如果佢哋加碼，或者有更多合作商戶名單公佈，我一定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大家記住啦，生活雖然有時幾辛苦，但係有呢啲小確幸，日子就會好過啲。100蚊買到嘅唔止係物資，仲有一份社區嘅關懷。2026年3月27號，大家一齊去消費，撐起香港嘅小店。如果你對呢個計劃仲有咩唔明，或者你想知道邊間鋪頭用呢張券最抵，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我會盡力幫大家去收風，甚至去現場幫大家探下路。2026年，我哋一齊努力，一齊慳錢，一齊過得更好。最後再強調一次，日期係2026年3月27號，金額係100蚊，唔好記錯，亦都唔好錯過。大家記得分享呢個消息俾身邊嘅親戚朋友，特別係嗰啲未必會上網睇新聞嘅長者，佢哋先係最需要呢100蚊嘅人。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香港嘅突發消息同埋生活資訊。講到2026年呢個年份，其實對好多香港人嚟講都係一個新嘅開始。我哋經歷咗咁多年嘅經濟起伏，嚟到2026年，大家其實更追求嘅係一種穩定同埋細微嘅幸福。中電今次呢個100蚊消費券計劃，雖然金額唔係天文數字，但係佢嘅覆蓋面廣，
而且針對性強。等我再詳細講下嗰2500間參與商戶係點樣分佈。根據中電嘅初步資料，呢啲商戶遍佈全港9新界，特別係一啲舊區，好似深水埗、觀塘、葵涌呢啲地方，商戶嘅密度會更高。2026年3月27號當日，如果你去呢啲區份，你會見到好多小食店都會排長龍，因為大家都會想第一時間試下張券用唔用到。大家要注意，呢100蚊通常係唔設最低消費嘅，即係話如果你買咗32蚊嘅嘢，你俾一張50蚊嘅券，佢係唔會搵錢俾你嘅。所以最聰明嘅做法係買夠50蚊或者100蚊。例如你可以買1袋米，或者買幾支食油，呢啲生活必需品最實際。2026年3月27號之後，大家去超級市場或者藥房之前，記得問清楚佢哋收唔收中電消費券。我亦都建議大家可以下載定個中電 App， 2026年3月27號之前登入定，檢查下自己嘅賬戶狀態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明明符合資格，但係收唔到，你可以透過 App 入面嘅客戶服務查詢。佢哋2026年嘅客戶服務已經全面升級，好多問題都可以透過 AI 助手即時解決，唔使再好似以前咁等幾十分鐘電話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呢100蚊雖然係細，但係如果全香港市民都識得運用，呢股力量就大。2026年3月27號，我哋唔單止係去用嗰100蚊，我哋係去支持緊香港嘅地道文化，支持緊嗰啲每日辛苦經營嘅小商家。多謝大家聽我講咗咁耐，我哋一齊期待2026年3月27號嘅到來。其實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諗，2026年3月27號仲有段時間，點解要咁早講？因為呢啲資訊如果你唔提早知，到時你可能就錯過咗領取嘅黃金時間。特別係如果你要幫屋企長者登記或者教佢哋點用，呢啲都要時間去準備。2026年，我哋都要做個精明嘅消費者。我想再分享一個小貼士，2026年3月27號之後，如果你張券係電子版，記得截圖或者 save 定喺個手機相簿入面，因為有時去到一啲地庫或者街市，信號未必好。如果你到時開唔到個 app，就會好尷尬。呢啲細節就係我哋呢啲專業 YouTuber 要幫大家諗埋嘅地方。祝大家喺2026年3月27號嗰日都能夠開開心心咁用呢100蚊消費券買到自己心儀嘅嘢，食到一餐好味嘅飯。我哋下次見。